海客攻击网站偷摕个资含交易记录事件是即发生。财政部长曾翠云表示，已经对公股银行定期进行防海客演练，也无记海客攻击的手路，找出税务系统弱点，要来测验这资通安全的防护措施。金管会为去年9月到今年7月之间，陆续接到民众反映上海银行出现治安问题。经过查出，总共14000个客户名字甲身份证资料被外泄，互金管会罚1000万。最近有真一间券商手机路段系统无正常，引起调查单位关心。国内公股行库是不是发生网络网络攻击的可能？财税机关与公股行库这个不知道近期是否也有遇到这些网络攻击的事件？网络的攻击会难免会有发生，但是在我们的治安防护上是做到严密，然后呢能够阻挡就先做阻挡。我们公股银行这一边有没有这样子的资料外泄的可能？以及有没有发生这样的案例？有一些治安的一些通报的事项，但是就相关的按照它的等级来分的话，它属于第1级、第2级，但不是属于重大的一个治安事件。事实上，除了公股银行捌通报财政部有网络攻击事件以外，最近财政部税务局靠网，也互诈骗集团用钓鱼电子邮件假冒财政部电子申报交税服务，用回收发票为理由，诈骗收件人点击连结，公是需要信用卡资料来入退。退税是7月、10月跟隔年的1月嘛。而且诈骗的时机点也不对啊，不是吗？这种方式就是直接透过165协询跟切断的这个作业。财政部表示，针对下卡公股行库定期进行防海演练作业，也无以海客攻击方法找出税务系统弱点，检测资通安全防护措施，按照相关的重点规划，12月完成修补。搁伫明年1月复测确诊，后续规划每2年进行一摆红队演练。记者综合报道。